开心啊，来到三林国中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雄市国教辅导团本土语的专任辅导员，胡志宏。我之前啊是在高雄市南子区的国城国中当教主任，所以啊我现在啊是在本土语担任辅导员。那我调查一下哈，你们小学都上过本土语吗？你选的是闽南语的，请举手。好，放下。客语的。好，放下。原住民的。好，也有。其实跟校长刚刚讲的差不多。所以我讲台语，敢有人听？完全听无。各位晓不晓得哈？为什么小学有本土语，到国中就没有？为什么？你们现在都没有，除了社团没有本土语的课吗？小学要上一些课，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不上？因为不上，我们老师本土语的还来学校。为什么？国中本土语重不重要？不要骗人啦！一定跟我讲说本土语一点也不重要啦。不然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补本土语的？没有嘛？有补英语的，对不对？有嘛？数学有补嘛？理化有补嘛？本土语有没有人补？没有嘛？所以重不重要？很诚实哦。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讲很简单啊，考试不会考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如果今天考试会考本土语，本土语重不重要？可是考完之后呢？好了，有以前有同学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现在要国际化啊，所以我们都去补英语啊。是不是？那我就要问同学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际化要补英语？为什么国际化要补英语？跟别的国家，因为英语是对国际语言嘛，到哪里都讲得通嘛。你学英语不是为了你的学英语的竞争力，不是为了要去跟外国人比，看看我跟你的英文谁比较好，对不对？不是嘛？你为了要沟通嘛，沟通要做什么？去看人家好的地方嘛，去学人家好的优点嘛。可是你的竞争力在哪里？你的竞争力在哪里？你自己的优点要不要推销给人家？你是透过英文推销给人家，你不是跟人家比赛说我跟你的英文谁比较好，就当你要介绍自己优点，我们好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有啦，怎么会没有呢？我们本土有没有好的东西？我讲台语的布袋戏、歌仔戏，我接下来介绍乐曲。客语的有没有？原住民的有没有？有啊，都可以讲一大堆啊。但是我告诉各位，一旦语言没有了，这些东西还在不在？不在哦。到时候你英语讲得再好，你的东西能不能拿得出来？你没有办法。你相不相信我们的本土语快要挂掉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阿华塞？他在一部片子里面提到，他是蹦一胖的，他到各地摆那个爆米花啦的摊位。他说他在台中以北，我们在高雄还没有感觉。他说他在台中以北，他在园游会人很多的地方摆摊位，
结果啊，他发现10个有10个孩子听不懂大家好。他说看到那个小孩子听他问好，说大家好，他跟妈妈讲说，妈妈那个叔叔是不是香港来的？为什么他讲的话我听不懂？他说他从那一刻才真的认为本土语真的要死掉。他说再过50、60年，只剩下养老院听得到台语，而且还是5个老人只会1个。这是根据数据分析的，根据数据分析。所以啊，为什么国际化就是本土化？原因在这边。好，那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啊，给各位介绍一个这个乐器啊，叫做乐琴。为什么它叫乐琴？很像月亮。很好，圆圆的嘛哈，像月亮。啊，各位都看过《海角7号》吗？有吗？《海角7号》有一个老人，他叫什么？茂伯嘛，毛伯啊嘛哈，毛伯啊一个单，这个乐琴嘛哈，一个单乐琴的嘛。伊讲，伊甲迄个贝斯手来讲，啊，这样会遐侪调，我加灯剩2调，因为大个乐器吼2调，好佳在伊是3字打，他无应该加成4调。纯冷调，好，这个要乐琴，这要乐琴。它又有一个别称，它在台湾民间，这个乐器本身是中国那边传来的，可是现在你可以在中国看到乐琴啊，不是这一种台湾的长柄乐琴，它脖子身体比较胖，啊。那中国那边国乐的乐器，其实它在国乐台很少看到，那反而在我们台湾这边啊被保留下来。那这乐琴有一个名称，它叫乞丐琴 ，乞丐琴。为什么它叫做乞丐琴？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琴啊，以前早期没有什么街头艺人这么好听的名字。以前演艺的人地位很低，跟乞丐同一起。反正你要在路边啊，不管你是在那边伸手乞讨，或是你在那边讲古，或是你在那边演唱也好，甚至你在表演什么吞剑、胸口碎大石，叫人家给你钱的，一律通通叫做乞丐。所以以前的人在说书有说书的，对不对？啊，讲古嘛，可是说书是用讲的，讲的听起来就没有一些，比较不会吸引观众过来。所以这时候呢，就有人想到说，我拿一个乐器，我一边弹一边讲，我可以把人吸引过来。所以这就是乐琴。所以乐琴本身有一种叫做乐琴念歌，它的曲调很简单，都一样。我等一下弹给各位同学听的就是这样，它曲调很简单，像歌仔戏一样。你有没有看过歌仔戏？歌仔戏的调子看起来都很类似，可是它的词一直呈现出来，所以它主要是用音乐跟旋律，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它只有2条弦。2条弦它音域就很窄，对不对？音域很窄的话，它就没办法表达出旋律性，所以它主要在它的歌词上。那我发一份讲义给各位同学，这是我等一下我要唱的内容。这个它标题叫做“台湾包歌”。台湾包歌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讲男女之间的情感的事，但是它不单纯是情歌，
因为它还包括了暗恋啊，甚至到最后的结怨。情歌只是它的其中一部分而已。啊，情歌只是它其中一部分。你看它的词哈，都是7个字一句，而且它4句，你用台语念都有押韵，4句都要押韵。所以台语有所谓的情故人啊，它就是这样，它4句都要押韵。那既然都是7个字一句，它什么调用什么唱，啊，我们就它的调子啊，就是可以交互啊。比如说你可以用第一个调唱第二个，反正你高兴用什么调唱什么都可以。啊，它是情歌，但是以前的人比较保守，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词哦。我带各位念第一句就好。来，我念一遍，你跟着念一遍哈。半暝月娘入西汤，来看。来，再一次哈。半暝月娘入西汤，偏偏借阮手空档。关行上尾紧紧送，送去隔壁借别人。都看懂意思哈？他在描写什么？他在描写什么心情？你看完这一句，你觉得他的心情在这句诗句在描写什么？是不是感觉孤单寂寞的心情嘛？哦，对不对？啊，我一直觉得这个诗句啊，李白有一首跟这个很类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月下独酌这一首，啊，跟这种景象很类似。因为他说我把窗户关起来，其实窗户关起来，月亮照不进来。结果他的描写是把月亮送到客厅去，啊，去照月。然后我觉得这个意境不会输给唐诗，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现在对于唐诗大家总背了滚瓜烂熟，对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啊，却觉得很陌生，啊，真的很可惜。好，那我就这4种调哈，蓝光调，其实我蛮喜欢蓝光调，我觉得它的转音哈，跟台语歌那种味道很。然后第二个台东调，我等一下为了时间的关系，我每种调我唱前2段就好，因为它是4句一个轮回，除了第3个雪梅诗君调，它是8句一个。好，那台东调，如果你听过秦油阿社，它就是用这种调来唱。那雪梅诗君调是因为有一首歌叫《雪梅诗君》，江蕙有唱过。第2个状元楼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屁西有玲珑，你有看过屁西有玲珑？伊个调就是这种。我把这4种调吼做一群吼，做一群，唱了拢唱头一个，唱前2句。
刷细中角，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乐琴的音色，我不知道你听了有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之前学过吉他跟乌克丽丽，乐琴这种感觉那音色没有，因为吉他那种欧洲的乐器嘛，听起来音色就很饱满，听起来就很幸福。乐琴这种乐器嘛，听起来就是感觉又有点凄凉的感觉。那仙女这种比较辛苦的生活也在乐琴的这种韵味来得到。最后有一个江湖调，江湖调这里啊，它跟台湾包歌比较不一样。它这个东西啊，其实你听它的感觉，它比较豪迈一点。所以这种曲调经常用像我现在这个歌词就是劝世歌，它属于劝世歌，或者它在讲故事也比较合适那各位，我也是唱这一段，我来了，我来。各位感觉到这个听起来的感觉啊，跟前面的台湾包歌就有很大的差异。那其实老师必须讲说他刚刚有讲到那海角七号，以前我同学说，老师里面的墓碑啊，讲一句讲，我报嘞我报嘞咱知道茂伯已经过世了。所谓国报的意思就是西节讲节也就是这种东西学的人少了那也快要失传。那有人问说，老师你敢是国报？我不是国报啦但是我算讲含国报学过我学这个东西大概不到1年。那我这边也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师周定邦老师这一本桂花院，这是他写的一首歌。这本书是歌词你看里面就是一行中文，一行罗马拼音。全部我刚念的，如果4句算一段的话，它里面有1900段。这一首歌从头唱到尾，要10个半小时。他把我们台湾的历史，从最早期先民到日据时代，到民国时代，一直到今天里面的故事写在里面，这是不是等于史诗级的一种作品？也是我们台湾的宝藏。可是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的语言流失了，这些东西真的就跟着语言埋葬。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
今天这短短的时间哈，只是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那我也提醒各位同学，我们语言为什么会死亡？哦，很简单啊，我到那时候看的就很清楚啊。那个我们这一代的，跟阿公阿妈那一代，彼此讲话都用台语，也不用客语，用各自的语言。可是转身对小孩子讲的时候，都是自动切换成华语了。那为什么会切换的这么顺利？因为很简单，他们受了好几次的挫折，他们就听到小孩子跟他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听不懂啊，讲国语啦哈。”那结果他们几次之后啊，就自动切换。这种情况，如果还是这样下去，等到你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你觉得你们的小孩子还会讲本土语吗？不可能。所以啊，我希望各位以后啊，听不懂没关系，问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他们会很乐意的教。好，母语要在家学，不是说在学校不用学，但是你在家里应该要学日常的对话，不是到学校才学日常的对话。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哈，如果有一些像乐琴这样，我今天啊，我讲过我学不到1年了，所以你今天如果觉得说，乐琴好像是这样而已哦，没有什么，那是我学艺不精。你应该去找机会到魏武营啊，一些表演的场合，如果你看到乐琴的演奏，去看杨秀琴这些真正的国宝，因为你可能再看他们也没有机会了，都很老了，国宝都很老了，啊，去欣赏一下我们本土真正的演奏，更或许呢，未来各位如果到高中、大学或是出了社会，跟我一样，看到有老师在教这个东西，你会想到，我在国中的时候有一节音乐课看到这个，觉得还蛮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去学一下，不要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去中断，因为这是很好、很精致的一种文化。如果今天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很粗糙的，那死了就死了，断了就断了。可一个好的文化没有流传下去，在我们这一代断掉，其实说起来真的也是蛮可惜的。那最后还是很开心哦，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贵校来到贵班，来跟各位同学在这短短的半节课做一个交流，谢谢大家。